新的方法，但做咱家己的老师，做咱家己的老师哦，所以读了要个读，读了要个读，哦，愈读大愈清晰，愈读你在这个班中，圣人不菩萨，一太贤福贤菩萨，太显现的，真的从这我们去看真经，这还是机会。这方面一点这个哇，至少会这个感情啊，55年再讲啊，有时间咱来看，啊，真正的这个代志，现在是讲这老2000多年的老，他真的有留代的价值观、价值观，真正我们这个真正互咱自己来温故啊，所以开宗明义的讲讲。他离世行之，不能接受。而也按时时这个来开东西。哦，让你给人心，听着过去的道理，听着过去的经历，经过当天，所以咱的心态是这样的。怎样讲？发心、不心、净化心，这是三心。三心本来是心灵，三心都住在这里边，住在咱这界限当中。这道界，这个道界，哦，孔明上盖的讲，这才有今天道，这才有今天来，啊，这人谈这个执行这个今天道，啊，这个戒心呢，有了要好看，有了情感的要修。我要加班，所以做出了违背良心的道理出来，所以到尾来，这个心呢，这个心呢，反比戒来，我要跑到一地方去领会，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有影代志啊，这种事实的哦，三心本来是一心，若向性中连存在，咱若将着全部人来讲全部。难调，难调。哦，每一个人会当对信仰去家己哦正主性，哦，来领导是真心中讲，真一心，啊，第一性，心是性，只有性是心是体啊，体量一定安全。所以你若真一心，嗰个。认真做嘅研究，你就了解你的事情。哦，啊，第一性第一性，第一性即第一性，所以要用那个天命之性。第一性单一性分裂了，你就能够哦，原来我这个是小心，明白啊？第一性即第一性，所以从第心啊，用第性。这个心不行，叫书篇叫写练造出来，写个分类哪讲啊？所以书篇，尊其心用其心，所以书篇，这个显用了公代的，啊，这在跟人家不一样些，所以书篇，要心不行，要到心里的方向讲，良心的习惯性，让一点的地上东西，哦，要心不行。修心艺术，是关键身体修好，来单一的来解决。所以呢，就用性中原则讲，但是对性中的了解的性的本体来研究，即是生活不可以。那么安呢，你后就生活，后因就成菩提，因哪就落。两日先喝课，咱进来见贤因，进来咱见贤因，后日我们就学课。
你若无成分，无正成分较菩提因，自自然然，你后日就是成佛，较成菩提果道。本将化身生正性，本来伊个化身来临，要互叫这个自性本体，互伊清净，互伊做清净。那么因也就有点，所以正性相在化身中，正性甲化身这两个是离离的，两个拢合做伙，两个拢合做伙。化身若做唔对，就去面对了自性正性。化身若做对，就去面对正性。正性若化准，就是原来伊就来记得化身。显著化身用正德，这个正性会使这个化身来显正德，因为这个变坏心，变坏心呢，会早晚就财，所以当来圆满真无穷，这本来就是圆满，心地真正佛菩萨无变，真正无穷尽的圆满。因成本是正性因所以不正当的念头，伊做写出来，这个正性写出来，因伊的道伊才造出来。所以独行这是正性心这个不正当的念头，咱若我同来多经历，正性就造出来，正性心造出来。性标各自离我用，性标内面呢，会使去除离我用的，会使离我用。见性不啊，即是心。你性中若离开我用，自自然然要见性的时间就足简单。今生若有顿到不无自性见世尊。今日咱有机会。去来求道学道，这是要顿入的关键就使鼓励咱自信，会真正稳定，伊就见咱真正信主来了解这是全世来讲，清净发心，圆满不心，甲以前千百的化身，以上这三心，拢是一线一程。这三心就是自性本心来现出来，所以三心本来就是一心，三心本来就是这个一心若然用本性中见自性之路，咱嘛记得对啊，三宝听有，修禅听有，渐渐起来看，都看来都有，咱就了解。自性的之路都是本性中见，你本性中当建立自性之路，那么哪呢？要成佛就不成佛这必须这必须原来成佛的菩提正气咱真正在自性中咱咱自性的之路这必定未来。会当成佛的这个菩提精气这讲一般的这个问题这真正的高明就是问题来。但好伊也听，好等于好来了解，真正的价值观就是这样。本来的自性是将化身。出现叫清净自性清净的清净的自性本来自性是将化身造出来，自性是化身造出来，叫清净自性的真理。那么清净自性也在化身之中，这两个本来就搞错了。清净自性本来就是化身的能力，所以清净自性
灵数化心，行进见得，清净的自性，会当我这个变化这个心，这个变化心，行进见得，见不了真正见得，成就圆满菩提自性，成就咱圆满的这样菩提自性，咱来了解。所以功德也是无穷尽啊，功德，咱来当去做功德嘛是无穷尽的，唔是讲咱是一个众生尔，哦，要咱做是当成佛咯，咱就经过什么菩提，什么什么先去当流汗，先流汗了再当成佛。主主，空主，静主，难如主，然后真正一世修一世修，修真正现前，这个人真正在拢修，成圣，所以功德，只要咱这样子，有条无情，应要随时无恙，大了行，来做清净发心的因地。这个拜年头，随时不一样咱做成个本地，唔过伊来源嘛是咱清净发心才达成，所以只要读起因果资料，只要咱能读起正当的源头，就应恢复清净的自信心。